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玲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，繼續2026年丙午年來年12生肖運勢，屬牛嘅朋友來年地支傷害，即係害太歲啊，各方面運勢都會稍落，繁瑣嘅小事呢接踵而嚟，運氣指數呢係2粒星。喺愛情方面，感情呢就多咗煩惱，有時過於沉默呢會令對方加深誤會，多啲表達自己意見，學習主動一啲。喺工作方面，事業上容易出現小人，有時候一啲行為呢好容易成為別人嘅話題，多啲注意自己嘅行事作風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啊，物欲有啲過量，容易因為自己嘅慾望過度消費，要學習呢需要同想要嘅道理，注意自身嘅慾望。最後係健康，呼吸道容易出現毛病，天氣或者季節嘅轉變呢容易令免疫力下降，多啲注意飲食，適當嘅運動調節身心。來年守命星呢就係天同星，幸運數字係8，幸運顏色係米黃色，幸運植物係黃色夾竹桃。本集節目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啲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。而最後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手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